哇，吃点心的时间到喽！耶！我最喜欢吃点心了，哈哈哈哈！不过吃点心之后，晚餐时间还是要乖乖吃饭哦。啊，可是吃完点心就很饱了耶。吃点心只是让你的肚子不会饿得咕噜咕噜叫，但是晚餐时间还是要吃饭，不可以吃饼或是给乱糕。糖糖姐姐，你在说什么啊？饼是饼干，给乱糕是蛋糕。所以我们不要吃太多饼跟给乱糕，晚餐就吃得下了。没错，亮亮很棒哦。该吃饭的时间就要吃饭，而且妈妈做晚餐很辛苦啊，我们一定要把它全部吃光光，这样子才健康哦。糖糖姐姐，那我们可以吃点心了吗？没问题，让我们开动吧！耶！哇，董后生，吃点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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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亮亮，想不想要吃点心呢？好啊好啊，我最喜欢吃点心了。饼饼干，饼饼干。亮亮，你觉得巧克力口味的饼好吃吗？董后生。给卵糕，蛋糕，给卵糕，蛋糕。亮亮，你有没有看到我的给卵糕啊？彤彤姐姐，你是说放在冰箱里的草莓给卵糕吗？对啊，在我肚子里面了。吃点心，给卵糕，饼小朋友要乖乖吃饭，才会长得又高又壮哦。哈克乌拉拉，下次再见，张磊亮。